今日做簡易分數嘅各類題目嘅。而家我哋有呢個題目，佢就話姐姐從麵包店買了3個甜甜圈同埋4個牛角包。嗱，呢一度呢，姐姐啊，呢一個姐姐買咗呢度3個甜甜圈，就呢一度即係冬甩啦，仲有4個牛角包，呢一度4個牛角包。好啦，咁跟住我哋而家睇第一條咯，佢就話甜甜圈佔全部食品嘅幾多分之幾，寫呢一度。嗱，呢一度呢，甜甜圈佔幾多分之幾？我哋睇下呢一度呢，一個食物係1份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就係7份咯，裏邊有3個係甜甜圈，咁所以就係3/7係甜甜圈。跟住到第二條，姐姐和妹妹每人吃掉1個牛角包之後呢，甜甜圈佔全部食品嘅幾多分之幾？即係話姐姐同妹妹每人啊，姐姐食1個嘅牛角包，跟住妹妹又食1個牛角包，咁呢一度呢，就叫做姐姐和妹妹每人吃掉1個牛角包咯。咁之後甜甜圈佔全部食物，而家甜甜圈佔全部呢一度嘅幾多分之幾呢？呢度呢，剩翻1、2、3、4、5個食物嘅啫，咁所以分母係5啦，分子呢都係3嘅，3/5就係咁樣啦。跟住咧就到呢一條，佢就話小美買了3個蘋果同埋5個橙。呢一度小美呢一個人買咗3個蘋果啦，同埋呢一度5個橙嘅。咁第一條呢度就問小美買了蘋果幾多個呢？呢度1、2、3 3個啦，跟住佔全部水果嘅幾多分之幾？呢度蘋果係幾多分之幾呢？咁啊先睇全部水果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個，所以分母係8啦。然之後蘋果3個，所以就係3/8嚟嘅。跟住到第二條啦，小麗拿走1個蘋果同埋2個橙之後，餘下橙幾多個？我哋做咗呢一度先。小麗呢一個人拎走1個蘋果，呢度拎走咗啦，同埋2個橙，呢度2個橙拎走佢嘅。咁餘下橙幾多個？剩翻呢度橙幾多個？就有橙1、2、3 3個咁樣啦。咁然之後話佔全部水果嘅幾多分之幾？佢問你呢度橙呢佔全部水果幾多分之幾？而家呢度1、2、3、4、5 5個嚟嘅，嗰個分母就5，然之後橙係剩翻3個，咁所以就係3/5就係咁樣答。跟住到呢一條，佢就話小明買了1個薄餅，並把它切開7等份。呢一度呢有個薄餅即係 pizza 啦，咁佢切開咗7份嘅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 7等份就係咁樣。咁我哋先睇第一條，呢度就話呢，他吃掉3片，即他吃了的佔全部嘅幾多分之幾？呢一度呢，佢話佢食咗3片啊，呢度1、2、3 3片俾佢食咗，咁即係佢食咗佔全部嘅幾多分之幾？首先全部係7份啊嘛，咁所以個分母係7，跟住佢食咗3片，個分子就係3，咁所以就係3/7。呢一度呢個 pizza 佢食咗3/7個嘅。跟住到第二條，佢就話小德吃了餘下嘅1半，剩翻呢度1半呢，小德呢個人食咗，咁即係食咗成個薄餅嘅幾多分之幾？呢度剩翻1、2、3、4片嘅 pizza 啦，佢食咗1半，亦都即係話呢度2片俾佢食咗啊。呢度2片佢食咗，咁2片即係成個 pizza 嘅幾多分之幾呢？就係2/7啦，全部7份啊嘛，咁所以就7份啦。佢食咗1半，即係呢度2塊嘅，咁呢個小德呢，就食咗2片啦，咁所以就係2/7就係咁樣答。跟住再嚟呢一度咯，小芬呢買了1本有10頁嘅書啦，咁我哋第一條呢度就話呢，他看了7頁，佔全書嘅幾多分之幾？小芬買咗呢本書有10頁啊，咁佢睇咗7頁。咁就會係呢睇咗7/7噶啦。然之後到第二，他妹妹看了3頁，即他看的佔全書嘅幾多分之幾？妹妹睇咗3頁，咁全書有10頁噶嘛，咁所以佢就睇咗10/3，就係咁樣答啦。快啲上榮恩教室嘅 Facebook 同埋我哋嘅網站度睇下啦。